大家平安，平安平安。今日要来继续拍鬼吼。你也暗暗啊，你也头拄仔有讲，就是今仔日是入冬对无？入冬即工，大家敢有，大家敢有食较补诶？冠生有家己买迄个，冠生有家己买迄个牛肉汤，啊。花莲花莲落雨啊！啥物号做长才为迄个马桶放出来？啥物意思？羊肉炉羊肉炉呢？耶稣暗暗，安尼敢袂伤大声？我讲迄个 game，好，若种有伤大声，若种有伤大声，才甲冠生讲。耶稣暗暗，游戏暗暗。我有看到迄个耶稣，对，今仔日入冬吼，有足侪人会食火锅。灵贤暗暗，有船暗暗。夏夜暗暗，闹热，开始闹热啦。感谢大家来看冠生拍鬼。到底是拍鬼还是互鬼拍，也毋知吼。明仔载要考期中考。好，在这边你的名是读做，敢是读做齐飞？齐飞暗暗，绿心暗暗，五星暗暗，内行的鬼来啊！鬼来啊！安尼要互我拍呢？哈，我欠拍，我才是迄个鬼呢。好，考试加油，对啊，考试加油。若总有啥物袂晓的吼？会使甲我问，毋过我可能嘛袂晓，毋过至少你知影我袂晓，你着较有伴。白漆灰，冠生，等下来现一个字典，安尼我才知影你的名。咱敢是初见？咱敢是头一摆见面？救命！哪有鬼啦？原地超多，无拍着，搁来一摆。听甲。马铃薯暗暗，好，起飞初见平安。多谢你来看我的即个直播。无拍着有够烦的。有声，这其实是你的工课对无？你无处理好切去。马铃薯咧上课，来偷看，安尼你家己的成绩，爱较注意呢。对，头拄仔讲到迄个啦，今仔日入冬吼，毋知影大家敢有食火锅？对，我唱的是无毋对啦。我着感觉好耍嘛，着来试看卖啊，看我敢有法度甲你取代。或者即马迄个，或者即马九天玄女代理人的工课有一半是我咧负责。我想讲，规气全部拢等互我，看我敢会当趁迄个3倍的薪水。咪暗暗对，我。你一来就看到我吼鬼拍吼，这啥？这敢会当捡？这看起来好食。我即摆要创啥？我即摆要来迄个啦。你是食火锅店卖有当冠生嘛是家己买的，因为比讲今仔日无要煮。Yellow Love 拍袂开 ，Yellow Love 暗暗，我是买迄个。牛肉汤，大家敢有看到迄个？咱最近要来选举嘛，大家敢有注意到？咱最近要选迄个主委耶稣去找头长好，爱找互担，安尼听讲对你的头皮较好。对，大家敢有看到？就是比如讲有甲咱的迄个证件拢有公布出来嘛？大家敢有看到冠生的证件？就是
因为阮头家拢无互我食牛肉，就是逐摆伊知影我食牛肉，伊拢讲冠生你毋是文昌代理人，你哪会使食牛肉？我就感觉毋过大家敢有食过迄个台南的牛肉汤？牛肉着足好食，我是哪有法度？所以我有一项证件，就是想讲要甲迄个，我到底是要安怎离开即个所在啊？才有通啊！我入来啊！这是倒位？我是谁？清气溜溜。讲到迄个，听厝尾顶落雨的时阵要安怎？无着莫用，我想看觅哦。无也是咱用较高级的，就是做迄个，大家敢知影有诶迄个有迄个啥野球？拍野球的迄个球场，就是有迄个有诶迄个天棚是会使开的，会使开会使收的。对啊，我顶摆毋是伫迄个拄遐，毋过我原底想讲我今仔日，我真无简单，我已经想清楚要安怎改迄个味啊，改迄个味我就想讲今仔日我就一开始的时阵来拄遐，毋过我毋知影是安怎，就是我一入来我入来即个游戏伊就直接伊若像是甲迄个部分跳过安尼，我嘛毋知影是要安怎。安尼是要安怎呢？无电哦。对，台南的牛肉汤有够好食。头拄仔讲到迄个吼，就是迄个天棚啊，就是有迄个有诶拍野球诶，迄天棚是会使收起来，会使关，嘛会使拍互开诶。无就改做迄种诶好啊，花伫钱嘛，毋是我诶钱嘛，是落天宫诶钱嘛，无要紧。反正先出来去，搁要出去，好，我知影你搁要迄个跳窗啊，对无？倒转去，伤危险啦。边仔诶窗仔门应该会当出去哦。你逐摆拢为窗仔门出去，你诶骹骨，你敢袂摔互长安尼？也是顶摆嘛有跳，顶摆无啦，搁会当来即个拄仔遮啦。袂使开，安尼我会记你是遮。对。Minecraft 里底，Minecraft 内底敢有即种诶？原来你是讲 Minecraft？对呢。其实照你来讲是选迄个 Minecraft 迄间庙诶主位，毋过咱诶证件拢是要改迄个，拢是咧改迄个乐天宫甲卫士殿。毋过就是 Minecraft 内底有迄个玻璃啦，用迄个玻璃应该就看会着天星啊，对。无咱 Minecraft 就用玻璃诶天棚好啊。讲到这牛肉吼，毋知影大家平时介意食啥物款的牛肉？我知影有个人会食迄个牛排吼，毋过安尼是毋是就出去啊？其实嘛无遐困难嘛。用涂上紧，毋过就是原底是想讲，因为新朋友毋知影敢知影，就是冠生介意看2项物件。无啦，3项物件啦。头一项是册，我爱读册，所以你会使看着我就是近视安尼。第二项是我爱看海。对啊，是安怎顶摆遮久拢想无，即马煞想一个就想有冠生爱看的物件，第二项就是海，对，我介意看海。第三项是迄个天星，对，天顶的星啦，所以我的证件内底会想要甲迄个厝尾顶拢拆掉，就是因为即马要电就是因为安尼看天星较方便，直接为房间内底举头看就看有，安尼敢有了解啊？我想看觅即马是啥物情形？我哪会阁来一摆？无要紧，我已经会晓啊，无咧惊。搁表演一摆，这是安怎我袂使过啊？是安怎我弄袂过？
我要安怎跍落？啊，安尼才是跍落啊，饲毋着去。哇，敢若无出口会当出去呢？嘿，对啊，我解决啦。我落尾就是想想迄啊，原来是安尼啦，啊，就想通啊。啊，无出口麦，附近有啥物物件会当用的好啊？好，好，有啥物物件会当用？看起来就是这嘛。敢是电箱？敢是电箱？线的前后敢若怪怪呢，想敢若嘛无相共。哈？顺序怪怪哦。我想看卖哦。啥物意思啊？顺序？我哪会知影顺序？哈？吴生，你是咧讲啥？来，佮讲一摆，新销是一个教育团体。安尼敢是啊？这啥物？这条是这啥物色？青色，牵到遮，所以意思敢是讲，上顶悬迄条爱是青色的，好啊，刷来红色，这啥？这是牵到啥物货？哦，这看起来红色的，所以即条应该爱是红色。好，安尼我看卖哦。敢是电箱？所以即两条爱交换，这爱交换，安尼应该就好啊。安尼应该是放上。啊哈！边的门嘛拍开啊呢。赞呢。船长引导一摆来帮手片。好，来，过来，来去找船长。哇，有鬼呢！来拍，来拍。哇，有够歹啦！救命！救命！哪会遮济？啊！嘿嘿嘿嘿！哎哟，运命！安尼我，why you am on？好，我即摆伫倒位？好，来找船长。我想看卖哦，安尼我是要安怎？我有即个，这有这啥？炮啊呢？这炮啊感觉看起来都足厉害，是毋是爱用炮啊就会当过？来啦，小拍啦！来，恁拢甲我过来！哇哦，炮啊！对，逐工拢爱讲一摆。新销是一个教育性质的团体。食一个胖，无啦，毋是胖，受托。Tammy 暗安，Tammy 暗安。欢迎来看即个，到底是拍鬼还是互鬼拍啊？互鬼拍！无惊着，这是做效果尔。清气溜溜。敢有啥？敢还有？应该是无啊。好，来去找船长。哎哟！倒位啦？拍看卖就知啊。遮嘛有呢。嗷！好，再回。啊，要袂再回，是的呢。好，大家再会。来找船长。船长，你即马伫倒位？我阁走毋知影路啊！我真正是做袂晓找路呢。好，遮看起来，应该是有来过。好，解决了。应该是即间吼。
这个我拍袂赢吼，对无 ？Tammy，紧选紧选，啊，莫过来，安尼无代志。哦，那是红的，红的是毋是较厉害？好，开门。拍袂开。安尼我顶摆是安怎去的？煞袂记一啦。遮呢？哦，阁是为窗仔门，好。咱花王作家以为窗仔门来去。应该是下骹吼。毋是呢。啊，那会伫遮啦？哦，你有够讨厌的呢。好，解决。对，五星送你一蕊花，代表五星甲你当做好朋友。毋是逐个人拢有哦，像冠星就无，对无？哦，找路的，这啥？找路的排湾。我若读毋对吼，请甲我讲吼。其实冠星嘛做想要学迄个原住民的话呢。若准有信众朋友会使甲我教好无？感谢你读麦努顺，感谢你。若准我读毋对，请甲我讲。这到底是啥？好，我即摆要来食着了。拍袂开，无是要位倒位？遮有虫仔对无？喂即个虫仔。对啦。你哪会搁伫遮？毋是已经甲你拍过啊？哦，好，感谢你的推荐。我哪会死啊？感谢你的推荐，安尼我才来听。哇，安尼搁爱行一摆啊？哪会遮麻烦？食落会较好吼。来，食一块。听阿伯的歌，拢会当学一寡单字。安尼就是应该好，安尼惯性就加听吼。想讲看敢会当加学一寡。奇怪，我敢有来过遮？我应该无来过遮呢。阁有锁匙，当时有即个房间的。我哪会拢毋知？哎哟，就歹势。无代志。好，开门。倒位啦？无好，真好。先做去甲我笑。我阁有做啥物好笑的代志？真正呢？我毋知影迄个我的好先，歹势哦，歹势啦。好，奇怪，我哪会一直伫遮乱说？
行楼梯足奇怪，我无认真看家己安怎行楼梯呢。搞过来。刷去。嗷！好，行楼梯足奇怪，安尼看敢还有楼梯会当搁行一摆。毋过我的性格遮拢处理就好。大家敢会翕？大家看即个3D 的敢会翕？若阵想翕会当甲我讲吼。我发现我毋知影迄个道具的迄个功能呢，安尼我应该爱来看者会使看，好，看卖哦。物主会使感应着边仔的灵体，好，所以会跳一个灯，跳煞就会看会到。OK， 好，搁有啥？塞牙，所以这应该是用了就会无去的迄种对无？安尼哦，好，大概知影。好，原来会使看。系对啊，伊迄个纸作成的呢，毋是作成啊，根本就是啊。大家敢有看过即种纸？大家敢有参加过迄个这届？若准无，袂讲以后会有迄个线顶的这届，大家会使来参与。搁是迄个熟悉的声，莫过来，接过吼，歹势。开门，跳窗啊！即个锁匙敢是即个？毋是，好。有够忝搁是即个枪。对，遮有一个，对。对。会当找五星注文哦，已经开始啊。安尼应该会使放送总算是会使放送真好。Twin Stars， 125暗暗。敢会烧大声啊？即个军歌的声，对我来讲是着较大声，对啊。我嘛足无介意即个，我会紧离开遮，无我真正会无爽快。我家己无爽快啊！跳！救命！救命！我要离开即个所在！救命！是安怎要安尼对待我咧？活人敢会互吵精神？哪像即个砖头嘛，无几个活人呢？哪像就是火王嘛，搁有迄个阿伯嘛，应该就无啊。我是无看到别个活人啦。毋过即个阿伯是要食啥？对啊。我无想要伫遮。好。加载。内面有寿桃呢。内面有寿桃，你是要去甲招呢？有影呢。有影哦。刚无食物件，腰甲强要昏去啊。有影要甲招呢？看起来足好食的款啦，毋过偷食奖品毋好呢。对啊，毋好啊。我摕转来去，问下要看卖。哪有人安尼相体才来问？你都已经甲摕走，还是搁会当创啥？你是要甲还？若准讲袂使，你是爱甲还转去呢？五星安怎？哇，伊直接摕呢！哇哦！这弟弟爱确定。来去找阿伯，毋过
伊无暴露呢，我嘛毋知呢。哦，这是白顶头。啊，即、个游戏叫啥物名？即、个游戏叫拍鬼，拍鬼，就是咱头拄仔一直咧拍的遐个，就是鬼。哦对呢，这放偌久啊？食了就食了反射就变做会当食贡品的，迄种啊。无啦，无啦。对，感谢各位观众朋友吼，甲迄个拍鬼吼打鬼拍出来，感谢感谢。来讲陪梦的代志吼，通常先拜土地公，才拜祖先。哦，原来是安尼。OK， 哦，搁有。哦，好了解。哦，毋过冠星袂晓讲客话呢，我毋知影即个伊是写挂纸嘛，我毋知影这客话要安怎讲。哦，金纸爱分两摆，分两摆的意思是拜祖先甲拜土地公爱分开，应该是，一定爱分开无毋对。想不到规矩遐济。规矩遐济无啊？规矩这应该无算济啦，这还记会掉啊。对啊，当然是爱分开安尼，较知影倒一条钱是要互谁嘛，就甲咱汇款共款嘛。汇款也是转销的时阵，你要互无共的人，就是爱分两解。我感觉是共款的意思啦。嘿，其实烧金就是一种汇款对无？这是有毒哦，蓝色的这有毒原来是安尼。啊，寿桃咧，寿桃啊，袂使食着无？我有金蕉呢。瓜子，敢是安尼？迄个是，迄个是，迄个是的意思是，因为我毋知影迄个客话声调是安怎。我要安怎甲这关掉？啊，安尼关掉。第四条，所以安尼第四条是瓜子，敢是安尼？看厝完的转校，其实无毋对啊，其实应该是安尼无毋对。想看卖，我真正毋知影阿婆住倒位呢。哦哇哦！啊，疼！哦，会使闪呢。哦，对啊，客话有足侪无共的腔，就是这我拍袂过，这我会先选。我是毋是走去？嘛有迄个呢？救命！救命！我是毋是搁走来共款的所在啊？若准小金是转校，安尼阿哥钱是啥？这危险！贷款哦，贷款。安尼咱会使来想看觅。
是毋是逐种迄个金融的活动拢有对应？咱有啥？咱有转小贷款，敢有咧？哪会阁有锁匙？对啊，有够济呢。我也是闪较远的好啊。哈？这是互我塞啥物意思诶？哦，塞了遮我嘛弄袂过啊。无是叫我跳呢？无啊，无法度跳。还是我为即边塞，哦嘛会使呢。好，会使阁塞。安尼是爱我塞到底。啊，遮袂当跳啊。好，毋知。好啦，先找阿伯啦，找阿伯要为倒位行。我方向感真正都歹呢。我知，大概是为遮。啊，这袂使过。好啦，为倒手边，也是来面对即个，我莫甲因搅扰，莫甲因搅扰，应该都无代志啊吼。好，真好。你无看着我啊？啊，安尼有生平时啊，其实嘛足忝呢。嘛毋是讲拍袂赢，毋过就是爱一直甲因相拍嘛是足麻烦的对无？我感觉我有愈来愈熬拍哦。这是倒位啊？毋是这是船顶的兜。对伊来讲轻轻松松啊。好，恭喜！来啊，阿伯。夭寿囡仔，你头摕土地公的寿头哦，紧摕过来。摕过来安怎？摕来阿伯就家己食去。我拢无讲呢。哦。阿嬷哪会拢知啦？哦，袂学袂冲哦，所以其实即个游戏做的无介正确的意思是。这是好心人拜土地公的奖品呢，你哪会使偷摕别人的物件？我无都实在就枵的啦，枵。你这偷摕来的，土地公若是生气吼，有时足辛苦呢。巴肚搁较疼。有时有临时的状况嘛，是叫伊去，伊就爱去。总是爱有人处理。我较无遐尔够相拍，我就无法度。我敢若会使管恁的考试尔。咕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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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啥物声？咕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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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家己用喙做即个咕噜咕噜，是讲家己作枵的意思啊？咕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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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啊，这我巴肚枵的声啦。我若是即个阿伯，我一定会生气。啥物叫做守护鱼拢会使？守护鱼。我来请示一个土地公，夭寿囡仔。好，有先，你甲我会记呢。无你记第摆，你一定袂记哩。好，无要紧，我会我歹势吼，即个狗屎囡仔毋捌代志。伊是咧甲土地公斗的意思无？请土地公吼，你大仁大量，毋通扣分啦。即个囡仔吼，巴肚枵足可怜的，我会叫伊转去甲你会一个失礼啦。你着互伊先食好饱啦，吼。应该是袂扣分啦。毋过，安尼黑白体真正是足无礼貌，家己大家袂使学吼。袂使。土地公讲袂使。土地公无爱食寿桃。哇。土地公看起来真无欢喜哦。哇。土地公有话咧讲，你等一下。等下是安怎？即个阿伯要做迄个倒头呢，还是做当机？土地公讲，无。有一间厝，无。较早住着一家三口人，老爸老母去互政府掠走了后，
因老母伫咧狱中过身，老爸半残废，互人送转来厝的。后生甲照顾7年。老爸看到即个后生已经30岁啊，无想要拖累即个后生，伫咧一个暗时，就啉农药自杀啊！唉，侥幸即个孝子袂堪的打击，第2天暗时，就踮咧后壁的树仔顶掉刀自杀啊！土地公感觉真艰苦，都无爱搁食强品啊啦。哦，听这连我都食袂落。用世间自尽，伫咧灵界是重罪，伊毋敢当去阴府，就一直踮伫咧迄丛树仔下骹，迄个孝子就安尼变成乡里所讲的恶鬼，可怜咯。我都无想要甲拍呢，拍袂落手呢。收徒摕去食啦。吊豆鬼伫咧你转去的半路的，伊顾伫咧遐，你袂当过是要安怎？毋是吼，袂当过安尼是安怎来的？我想要甲斗3工，敢有啥物方对，法？我嘛想要甲斗3工。眼睛暗暗，大家食饱袂？惯性食饱。今仔日入冬，敢有食火锅？自杀过往的真歹超度，真侪法师拢无爱接自杀的，真伤因家己的身体。等下，土地公过来指示啊，受徒先莫食。对，我即个讲法毋过，这可能爱问有心呢，我嘛毋知影这到底就是我毋知影因敢有以早应该真正是重罪，毋过我嘛无确定，即马因敢有改迄个因的迄个罪迄个轻重。有时嘛是会改呢，有时嘛是会为着迄个时代无共，有时迄个因敢呢判决的迄个规矩嘛是会修改的因为我毋是管这啦，所以我无确定即马的状况是安怎。对，这应该是卫生电咧管的，无的意思是讲无重罪，还是无改啊？剩2粒先莫食啦，早要去找土地公。什么意思？伊是摕几粒？pudding你的 pudding 是你的 pudding 是你的暗顿这我知。毋过你确定爱甲大家讲会使啊？你想要甲大家分享会使讲。去找土地公？嘿啦，到时阵土地公会想办法指示你，你紧去啦。哎哟，我忝啊，想要先休困一下。尤其讲即马下骹有针对迄个 hater 的，是是爱互伊食啥物？互 hater 食迄个，叫做啥？高丽菜咖喱呢？听讲有人咧政见是想要互迄个地壳增加迄个高丽菜咖喱的部门，算一种处罚。来看卖搁要去找土地公，我头拄仔是安怎行的？应该是为遮行的。先是歹势，哈？食肉粽，食肉粽温汤，食肉粽温汤，哪有人安尼食？
哦，你莫过来啊！无拍着，搁来一摆。啊，无拍着，搁来一摆。搁无拍着。莫啊，拍袂赢。才有人霸掌问头诶！啊，哪会遮济？哪会遮济？哪会遮济？是安怎？这是啥物意思？我无惊到，我无受气，我就是感觉足烦尔。啊！有声救命伊啊！哦，毋是想要改就改啊！安尼你的证件是啥物意思？你的证件敢毋是想要改就改？哦，嘛是爱看头家，嘛对啦。勇敢的法律嘛是，毋是讲想要改就改，嘛是爱有一寡程序。啊，原来是安尼，所以其实你的房间就是一个地狱，了解啊。好，拍袂赢，准拄煞。是你甲先生的天，好，你欢喜就好。下页搁想看卖？啊！慢过来！啊！这哪会遮困难？新销房间就是地狱，嘛爱看是送的房间啊。你若住入心隔壁，嘛是一种地狱。对，我的房间是地狱，因为边仔有一个西瓜蛋，有够吵。大概拢伫遐，暗暗搞炸，不要讲我枵啊！莫有白讲，我有咧收衫。你来伫遮？哦，有这有咧看韩国剧。哎呦，太阳倒出一个囡仔啦！伊敢是鬼？佫是这蓝色的，足讨厌的。啊，有够烦的啦！哦，你哪会伫遮啦？啥物情形？伫倒位？无啊吼，无啊。对啊，我感觉高丽菜咖喱其实，无说钱放炮啊！我想讲，原底想讲要加留的啊。好，一声好啊，无要紧，拢安尼。上薄我有金蕉，无要紧。来找土地公。
哦哦，救命！太可恶！买啦！啊！天！啊！五星比伊较缘投，五星比上较缘投。哦，比迄个韩国的明星呢？其实大家拢无看过吴星真实的迄个面，啊，毋过无要紧，伊有交代讲袂使甲大家讲吼。哎呀，嘿，嘿，嘿，是安怎大家拢食过高丽菜咖喱啊？我煞一直无食过呢。讲到这，雄想到，哪怕哪甲大家讲，无啦，高丽菜咖喱甲甜甜的咖喱嘛是着啊无共啊。甜甜爱迄个规个酱拢是甜的，才好食。大家食咖喱爱食咸的，还是食甜的？有专工咧卖高丽菜咖喱的。对，五星顶摆，救命！顶摆冠星食咖喱的时阵，五星就甲我讲啥物？食甜的是异端啦，讲无人咧食甜的啦。我就想讲，无啊，我拢食甜的啊，甜的明明就较好食，对无？鱿鱼嘛是对，眼镜嘛是。哈，好啦，嘛是有人食咸的，敢有人两种拢食？我是因为冠星较无咧食咸，有敢是初见翡翠柠檬爱玉，敢是头一摆见面初见平安，听面嘛是食咸的啊，以为讲男做伙咧食，哦好，嘛是会使。我咖喱无咧辣，无毋对。咖喱哪有咧辣的？哈哈，无啥会当食咸，啊毋过爱食咸的。哦，我了解，有时就是安尼。我嘛是。照你来讲，我嘛是袂使食牛肉，啊，毋过我足爱食。哦，毋是草根，是的。啊，毋过你的名足好记的呢，我应该袂放袂记啊。你的名就是饮料店的菜单会出现的。对，大家应该知影啦，冠星逐工拢咧啉饮料。大家毋通学吼。平安到家，好。我哋讲歹势啦，受到行李，啊，毋过出问题哦。你搁笑，搁敢笑？啊，生气啊！生气啊！不要离开安尼。离开啊！后壁好，来后壁。啊？这个光是叫我对去的意思哦。敢是安尼？叫我来遮呢？咸的咖喱，这啥？叫我看这啊！哎呦！有够痛的啦！敢若叫我对王星的人啊！你搁叫我看？哈？无逐工啉饮料，啊，毋过逐工食酒。哦！啊！没，是的。哈？对啊，遮有光啊，对无？这是光嘛？有金光呢。敢是爱甲拍？
啉酒的嘛足美哦。啊，你逐工啉酒是啉啥物酒啊？嘛是有分的，就是有分迄个趴数较悬的，哦，迄个无遐悬的，迄都有差呢。啥物声？诶，这是收到，好，叫我来食着无？遮有啥？哦，有鬼，好。嘛对啦，拍鬼就是爱有鬼。我要安怎过啊？哦，好好，继续看即个金刚为遮。哈？哪有人咧啉迄个酒精的？应该袂使安尼食。迄个95%迄应该是会伤害着你的迄个。这我都弄过呢。秘鲁2-3罐哦，一工2-3罐。乌星是安怎？乌星敢有咧食秘鲁？敢是为即个虫仔对无？即个虫仔。哦，梅仔酒。我是要安怎爬起？应该是爱我爬起对无？冠星嘛较无咧食酒，我嘛毋知影为啥。啊，毋过冠星有咧食咖啡啦。啊，对，雄想着要甲大家分享，就是有一件代志，冠星一直足想要试看觅，啊，毋过毋知影是安怎的，一直犹未试过。就是恁敢有食过迄个咖啡牛奶？咖啡牛奶就是甲迄个辣体无共，就是我要稍等哦，无细字就会闪落。这是 Parker Game 啊，叫我顶来哦，先拍咧。对啊，迄个咖啡牛奶就甲咖啡是无共物件，伊透较济牛奶啊，就较甜嘛。啊，冠星一直做想要试看觅，就是大家迄个食迄个番麦片的时阵啊，是毋是拢会配牛奶咧食？对，嘛会当讲是咖啡的调味奶。对，我总想要试看觅的，就是食番麦片的时阵，食番麦片配迄个咖啡牛奶。啊，我著爱食甜啊，我著总想要试看觅，安尼配敢会好食？我一直找无机会。啊，哪会遮济？啊，救命！啊！哈？面是有安尼食过哦？哦，豆奶嘛会使，用豆奶配袂歹呢。我有食过。哦，耶稣有试过。好，啊，毋过我虽然你讲迄个，你讲无建议吼，啊，毋过无试过，就是会想要试看觅。安尼反正我要是会找一工来食看觅安尼。加迄个，对，下页是加迄个，下页是加迄个巧克力豆牛奶啦。冠星嘛安尼食过，介好食。我就是迄个番麦片嘛有巧克力豆口味的，啊，就是巧克力豆口味的，佮加迄个巧克力豆的牛奶，你就有双倍的巧克力豆，双倍的快乐。建议大家会使试看觅。对，细汉的时阵应该都足介意安尼食。我大汉的嘛是犹原介意安尼食。面有食过各种无共的调味奶。
哦，安尼我爱叫你一声，哎，番麦片朴素。啊，这有够，安尼应该是够啊。我得讲只是应该 OK 就是即件啦，是无简单来到二楼啊。哦，哦，忝。水果牛奶，搁有迄个蜜芽牛这好气氛哪会敢若怪怪？后摆迄个宗教战争就战济，吼，看加倒一项较好啉。巧克力豆甲蜜芽，我会拣巧克力豆。我是囡仔喙，对，无毋对，我接受。你讲了对。囡仔喙，对啊，囡仔较爱食甜吼，我嘛是啊。我感觉大家会使，即个是对我阿爸留互囡仔的手尾哩呢。哎哟，看起来就是阿嬷讲的迄家人。对，看起来是啊，好，讲有一个香炉，安尼应该是叫我摕。顶悬有讲着因阿母的梦，敢是拄则经过迄个梦仔埔？啊，叫我去找哦。好，一定是叫我去找。好，无要紧。咱先看觅即个桌仔顶有啥。哈，咪讲囡仔人才做选择，你的意思是讲，你全部男做伙，你拢要滴，啊，你着逐种迄个调味，你拢男做伙，敢是安尼？即个是哦，会使去看一阿摆。爸留互囡仔的手尾哩呢。羊奶哦阿嬷讲的迄家人。羊奶我嘛无试过，我较无咧食我较无咧食羊奶。游戏是介意食羊奶呢？毋是好，我知。羊奶，大家敢有食过迄个？我得讲叫我来摕一卡香炉，哦，为虾米要捡即个物件啊？啊，百合花。哦，狮头，毋过这狮头有啥物路用？应该是有路用吼。哦，对。咱想有讲，就是迄个羊奶较袂互迄个黏糖本来的人遐无爽快。对，这我会记得我伫献册的时阵有读着。啊，对，国校仔的时阵我知影，就是足侪人国校仔拢有咧订迄个羊奶嘛。大家敢救命哦！我这是要安怎？先选才讲，才安全。我知影有真侪人会订迄拢是为着迄个佚佗物啊。啊，讲到这，大家敢有食过一种？大家敢有食过一种迄个牛奶茶？啊，迄个牛奶茶内底是有含牛奶茶啊，嘛有毋但有牛奶茶。啊，就是讲迄个牛奶茶内底，毋但有牛奶，嘛有羊奶，就是照一个比例揽做伙。啊，迄食起来就是，我得讲，我甲香炉摕转来啊。哦，伊佫有即个狮头，真古锥。就是食起来迄个羊奶的味袂遐重诶，迄食起来好食咧。大家会使找机会去食看觅。哎哟，哪会家己烧起来啦？哎哟，内底毋是干那香火尔尔，敢讲口着讲是要叫我摕香炉去念香？合理，哈，有诶人诶是无佚佗物仔诶呢。哦，对，嘛有迄个羊奶片，嘛有牛奶诶嘛。我较无介意迄个味呢。我甘愿直接啉羊奶，我嘛较无介意食迄个羊奶诶片。我有火气啊！唉，只好过来去找曹德公啊。哦，所以这是伫迄个时间内爱去找着因阿母诶迄个梦诶意思啊。哦，又搁烧起来啊！啊，有呢。
好，安尼我了解啊。哦，我袂当用走诶，好。开发去啊，看起来。哦哦，安尼我一个一个，哦，好哦。啊，恁介意哦？安尼，我诶喙齿哦，甲恁小可无共，嘿嘿嘿。开发去啊，哦，嘛毋是，好。救命！救命！土地公救命！啊！你哪会伫遮？啊啊哦，哎呀，啊哎呦，啊！我即摆啥物拢袂当做。哦哦哦，对，这是我。哦哦啊啊！好，无要紧，会使搁活。拢会放一大堆伫落地仔内底哦。啊，毋过安尼，哦，安尼落地仔内底敢袂有迄个香泥的味？哈，我会定来哦。好啦，香炉应该有伫身躯顶吼。啊有啊，手称的巧克力豆，迄种的好食。哦，你讲哦，下页是讲即个狮头呢？狮头咧？哦，狮头。毋知影即个狮头到底有啥物路用？无咱来看觅。无写，无写呢。咱毋知影狮头有啥物路用呢？应该毋是敢若好看吼，希望毋是呢。哦，佫有包装的哦。因为我无咧食，我已经要记你啦。叫做先下手为强。哦，迄我知影，迄个夏夜讲的迄个红仔头的迄个巧克力豆，就是有一个机仔嘛，较像迄种机仔糖的迄种，迄做甜的呢，迄有够甜的。啊，大家爱知影冠星讲做甜就是做好食的意思。哦，安尼有了解吼。对无？你讲的是迄种吼，迄有够甜，甜到会喙焦的迄种，对，你会感觉你的牙后咸咸，因为食伤甜啊，食伤甜啊，就会有即种感觉。对，就是迄啊，是啊，啊，好啦，今仔日总算是有。上无是有互鬼拍，无亲像顶摆吼，一直咧解迄个奇奇怪怪的谜题。即摆有狮头，有香蕉，想看觅哦，应该是伫遮啦。无我踅即边，看敢会较安全。若像会呢？有时暗暗。呾咧拍啥鬼哦？拍啥物鬼我嘛毋知影呢。伊嘛无甲我讲迄个鬼的名。毋过我知影哦，我有发现就是红色的是我拍袂着的，红色的我着直接，我着干那会当用闪的。其他的拢是我会当拍的。亲像即种的，这都会当拍。就是安尼。好。
安尼，UC，乌西，恁啊，你今仔日互乌星一蕊花啊！我甲香炉，哎哟，哪会家己烧起来？哇！你讲啥？你是讲拍乌西还是拍我？我知影毋是这嘛，毋是这。到底是倒一个？敢会是这？哦，是。啊，然后咧？对啊，然后咧，刷来咧。哇，青色的。嘿，这是发生啥物代志咧？风声啉一粒水。哭声，敢若咧讲啥物话？刚刚，来找土地公。走啦，走啦！无爱，则无要互你拍。发生啥物代志？土地公庙哪会发出这插目的光？插目。刚讲即边换土地公庙发落啊！啥物啦？啥物物件？到底是啥物物件啊？五雷铃。这块茶哪会发光？这是五雷铃牌。五雷铃牌，好。啊，五雷会当，哦，好，五雷铃会当拍破迄个恶鬼的，迄个，对，就是伊若是有即个logo头，就是我拍伊袂着，哦，啊，毋过看起来即摆有即个五雷铃，应该就是拍会着啊，啊，毋过我要安怎来使用呢？伊无甲我教，哦，这。哦，狮头，哦好，狮头会互我较有气力，原来是安尼。哦好，刷来我要会使拍迄个小 boss， 哦，细汉的迄个啥细汉的 boss 的意思，了解。我看卖哦，安尼我看我爱囥啥物装备，无安尼我着不煮两个嘛。无我用一个就好，啊！我即摆有五雷铃，我囥伫好，无我狮头囥遮，安尼我较好试。OK。送甲你迄件，我呢？无啦，我哪会？试用看卖。哇哦！会当雷公呢？啊，这不煮咧。哦，啊跳即个嘛，跳即个阵。哦，啊，我就会知影倒有鬼啦。哦，原来是安尼用的。哦，原来是安尼。这有够方便呢。我哪会即摆才知影要安怎用？伊无甲我教好。哈，新校是一个教育团体，恁头拄仔阁是讲啥物危险的话呢？是安怎雄雄要讲教育团体的代志？你莫甲庙讲迄件，庙讲等下着了40万，甲你讲。哦，遮有一个，我爱先闪。OK。掉头的伫对。我要安怎过啊？去。安怎过？安怎过？啊，这就是爱用的这吼。啊，安尼就拍伊会着，原来是安尼。
暗暗，敢袂当借我一寡你的迄个好运？我知影你是，我知影你是管运势对无？看敢袂当借我一寡好运？No 是啥物意思 ？No 呢？你是替伊讲袂使呢？哦，无恁是咧开讲。I thought he's flirting with me。莫有白讲，新社有一个教育团体。多谢 at， 多谢 at。哦，安尼我等下应该会较会过关。好，我看觅哦。哦，这会当摕着保护的意思。OK， 这我有需要呢。鬼伫倒位？无重点毋是鬼伫倒位，是我要安怎行过去。莫吵遮啦，位遮啦，头拄仔是位遮对无？我爱甲你行一生有事。好，你欢喜就好。是安怎我即摆跳袂过？敢是讲是？敢讲是我的腮头较重，我哪会感觉我跳袂过啊？较跳袂悬呢？应该是腮头有较重哦。煞来咧，要为倒位行？即边？毋是啊？这嘛无法度出去呢。耶！多谢互我好运 ，lucky。Yeah, I need some luck. I really need some luck. 我的 lucky 无够啊，lucky 无够啊！救命救命！哪是会疼？哈？有时讲就心炎得咧。对，无毋对。伊想要甲伊讲啥物古水的物件拢做好食，佮讲信众朋友做古水，这真正是有影炎得咧。多谢吼，即马换甲咱保庇，咱新明代理人嘛是有足侪无奈，足侪问题无法度解决。我到底是要去倒位？我的五雷灵咧，而且我的腮头我嘛足介意即个 game 的音乐毋过我无介意遮的兄弟姊妹，爱炸我的咯！是安怎？我即摆搁要去找土地公？啥物意思啊？有声，你搁学白讲话？啥物哎哟？哎哟，像是游过头啊！哎哟，是我迄个人你来伫遮？哎哟，你哪会嘛伫遮？你哪会伫遮？无啊，赞！恁是啥？哎哟！我是啥物代志？讲即边。我都 Q 诶！这到底是啥物情形？
对啊，哪有人甲古水的信众食掉啊？讲啥物？等下哦，好，先找土地公。讲啥物？食去了后，就是伫伊个腹肚内底有一个搁较好的世界，啊，伫遐会当种田，会当快乐生活，哦，所以遐个信众朋友，只不过是去一个搁较好的所在安尼。哦，会使用道具，对吼，我有道具。安尼我来整理一下。金蕉，金蕉看起来就是有需要的。看卖哦，糖啊。哦，这毋是嘛？好，安尼我想一个，会加用。哦，安尼我应该爱先用即个，跳即个灯，我才会知影倒位有鬼对无？对，加用一个。是发生啥物感觉？嘿，即块茶哪会发光？这是。哈哈。神明下凡嘛，袂是十全的。对，腹肚内底敢有 WiFi？ 所以是安怎？腹肚内底有 WiFi， 你都会当接受。你若是会当接受，我才问就心好无？我才问讲伊个腹肚内底敢有 WiFi？ 你爱想好清楚啊！伫倒位啥人？好，跳一个。啊，看到啊啦，伫遮啦。OK， 好，小等甲你问吼，小等甲你问讲，有啥物腹肚内底敢有 WiFi？我需要坐，所以我应该甲放遮，放遮，安尼好。OK， 搁爱来爬一个，毋免爬啊，应该是直接位，无我搁跳一摆，我就知影伫倒位啊。好哦，无安尼，无咱一个一个拍。对啊，爱有网络才会当看惯性的台啊。无你伫伊个腹肚内底足无聊哦，就是干那会当种田。伊火哪会遮高？哦好，解决啦。我要哪出去？跳袂出去。刷来咧，要为倒位行？我方向感有影足歹，哈哈。啊，好，再来一摆。我是毋是其实会当直接位遮跳？应该是嘛会使吼。啊，对，伫遮，找着啊！来，决斗！嘛是吼，定定找无路。安尼是安怎？你会当用你的好运解决即个问题无？还是你的好运袂当互家己？我是要安怎介意迄个？还是我爱用这五雷铃？对。伊个动作足够水呢。
啊！救命哦！哎呦，天个！听啊！用这个啊，这啥？跑啊！敢有拍着？看起来就是无彩啊！哦，嘿，嘿，哦，哈，哈，我哪会拢拍伊袂着？我爱用五雷灵。嘿，哦，对呢。啊，哎呦，哎呦，哎呦，天呢！这有着啊歹对付哦。好，安尼我注意。好，嘛是一种靠好运。嘿，啊，拍伊袂着，我需要用五雷灵。啊，嘿，哇！无我食一个金蕉好啊。好食。莫过来！嘿，嘿，嚯，呀，啊，这感觉真正是有较麻烦。哦，拍袂着，好。啊。食金蕉。嘿，啊！你是毋是攻击有变化？哦，这啥？这看起来，哦啊！救命！啊！哦，哇！直接甲我吊起来呢，直接甲我掉头呢。哦，好，我有感受到迄个困难啊。打啥了？该位头开始哦。该位头开始，该去找土地公。美容暗暗，上怎袂当互我摕到迄个五雷灵了后，就先记录一个，一定爱互我安尼，逐摆拢爱搁走一摆。哦，掉头就走。好，多谢 Tammy， 这2分。这个茶哪会发光？哦，想看卖，好，安尼会使。好来哦，来看卖倒位有兄弟姊妹。哦，@ 要去要去开台啊，好@暗开台加油。多谢你互我的即个好运，我一定会拍拼。美容食饱未啊？美容打入来嘛？美容敢有食？迄个叫做啥？今仔日是立冬，美容敢有食火锅啊？啊，无掠着啦。食有食饱就好。
咱爱快乐，就是爱食好饱，啉好够，毋是讲啉酒吼，啉饮料啦。哈，我做你的火锅毋免。毋是我读着烟雾，欸着寒，伫奇怪那烟雾会无效果煞去进前，敢若无法度通过哦。我应该无哦，OK。等下我想看卖哦。哦，原来是安尼。雷公嘛有伤害，哦，但雷公迄个死若嘛有伤害。头前看起来足阴爽的，想要过去好啊。好，我应该是伫遮用啊。哦，我爱甲瞄准啊。好，安尼无插我。过来，头前看起来足阴爽咱的，无法度用。想要过去好啊。啊，敢是拄着 bug？哦，有啊有啊，好。冠星哪有成火锅？上无嘛是火锅料，吼、安尼我要小可会当接受。冠星哪有成火锅？啊，莫过来，莫过来。我无应该讲安尼，即两个爱交换。啊，袂当交换，好，无代志。啊，疼，救命啊！放炮啊咯，食炮啊哦！好啦，变是聊，好，你讲的拢对，无要紧啊，拢安尼。哎呦，疼呢！啊！莫过来！想怎拍袂着？这上讨厌的。我想怎？奇怪。好，莫个哦，好，无要紧，我就是变身。好，反正我就是变身。为什么？哦，才会使安尼对待我，莫过来啦！真正会生气呢，是安怎？迄个生气的，毋是因为迄个无法度通过哦，生气的是因为是安怎记录的点是干那伫遮。发生什么代志？是安怎我袂当直接为迄个？是安怎我袂当直接为迄个拍 boss 的所在开始？好啦，有先我知影你后一句话要讲迄个甲变色，甲变色会色的。哦，迄应该是爱饲啥物哦？哦，其实我头拄仔嘛伫想，因为伊 click 的时阵，伊画迄个图，较像是起盘的起。对，毋过伊写 click 呢 ，click 应该是用骨触，用 mouse 吼，用骨触才号做 click 呢。哦，原来是安尼。好，安尼我知影，多谢大家提醒。现在无爱互我跳。有包啊，毋是包啊，有手套。我是用起盘，对，我是用起盘。
对啊，是安怎无互我跳？好，刷刷去，无要紧。呀，过来，花山过岭。啊，无代志啦。好，这我知影，就是这。来哦，小炮。搁看一摆。哦，这会使跳过哦，毋知讲呢。互扫着啊！莫过来！哎呦天啊！哦。这手头。看无。什么？哦，原来是安尼，感谢大家。啊，无讲到啊！哎呦！哎呦！听，闪。莫过来，莫过来！哦，那会阁有细汉的。大只的咧，大只的哦啊！救命！啊，要无回啊！哎，过来！哎呦！什么啦？无礼貌。啥物6岁？哦，你讲头拄仔有迄个5岁，即摆是6岁的意思是？多谢，这5分好啊，5岁嘛，所以5分，足合理对吧？啊哈！哦，有离成功愈来愈近啊哦，应该是有进步啦。
是毋是开讲室有着大，无我甲用较细好啊？对，你要赢，差一点仔就要赢，一定无问题。好来，紧去找土地公摕迄个五雷铃，希望即摆就会使过。土地公庙哪会发刚讲即边话？即块茶。不，OK。好，整理一个卡棒，这应该放遮，这爱放遮。跟这，这效果是啥？哦好，OK， 好，刷来就是。好，我知即间。哇 ，OK。啊，无应该来遮的。哈哈，安尼应该袂来斗闹者，希望袂呢，应该袂吼。跳过。啊，莫过来。啊，因有来斗闹者呢。哇，啥好啊？哪呢？哪来斗闹者？放炮啊，棒棒嘞！哦。啊！疼啦！搁食一个。迈过来！哦，来啊！Yeah. 给你。伫倒位？哪会伫遮？即摆感觉会使哦。嗷！哎呦！食水果。
无公平啦！啊，啊！你毋知影今仔日敢有法度拍赢呢？哇！救命！啊！是敢会当改迄个困难的程度啊？设定。好，袂使改做简单的。好，无要紧，咱继续。啊，好啦，再来一摆啦。哎呀，对啊，互因安尼。发生什么代志？土地公公这边换土地公庙发落，这块茶哪会发？啊，先整理一下啊，骹棒。创啥啦？好，无啊。过来。OK。哦，你哪会伫遮？你哪会伫遮？看嘛有啥物通好食？有啦，食一个金蕉。好啊，无代志啊。跳！啊！够无彩的。马铃薯下课啊，欢迎转来。即马咧拍细汉的 BOSS， 啊毋过拄着一寡困难，头足痛。好，我阁会当创啥？阁会当食金蕉。即个血条根本都无够啊！这是安怎拍 BOSS？ 好，无要紧，有试有机会，好无 ？Vital Lion 暗暗欢迎你来。Vital Lion 敢食饱？好，来小拍。咱会无小拍，咱会无插话。伫奇怪的烟雾刷去进去，敢若无法度通过哦。啊，饲毋着。马铃薯暗暗，食饱，好，真乖哦，大家拢食饱。啊。小拍，Ruby 辛苦啊，搁咧无闲 ，Ruby 搁咧上班呢。迈过来。
莫过来，讲，哎，拍袂着。哦。好，安尼我知影，炮仔留伫迄个细汉的出来的时阵啊，哦，疼甲，哎呀，哎呀，这是安怎？我敢是无救啊！哎呦，疼呀！啊，疼！哈，嘿，哈，嘿，算了。啊！哈，嘿，心酸。莫过来啊！我讲，莫过来，你莫过来。来啊你，来啊！好，无代志啦。啊，有代志。你莫过来好无？啊，你来伫遮啊！救命！哎呀，疼啊！咁真正有遮困难，这头一个 boss 尔呢？哦，好，今仔日应该会成功啦吼。哇，对，大家就是来看我闹开的。我是啥物刚讲这块草？对，好，赶紧摕咧，赶紧来走啊！好，我来整理一下卡网。这到底会当创啥？这当互我搁较熬，对，来看我互鬼拍。对，无毋对，确实是安尼。啊，好，应该安尼用好势啊。好，跳一个，伊拢无互我跳呢。好，看我喊救命！对呢，我一直咧喊救命呢。做效果，拢是做效果。一定毋是家己闹开啦。对无？你看啊，我拍这就轻轻松松啊。对无？一定是做效果的啦。啊！救命！啊，真是喊救命！哦。啊，加！嘿，哈，好，安尼无代志，好，安尼我伫遮，对无？食一个啊。是哦，上尾的 boss 颠倒较简单哦。好，安尼就变做是我先甲迄个上困难的先拍了，吼，安尼。结局就轻轻松松安尼啦。哦，原来伊伫遮哦。哦。哎呀！先选好啊。
迈过来，迈过来，单雷公咯，喂，那会拢拍袂着啊？啊！啊！天！哎呦！哎呦！算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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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你嘛想要安怎？你嘛想要互拍哦？想要安怎？想要互安尼拍是？啊，来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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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头拄仔想着啥？敢有拍着？哪是无呢？哎呦天啊！后下一届摕法器互先生是安怎？哦，你搁想一个啦，法器毋是互你摕来安尼用的呢？我感觉这有点仔超过哦。有生你袂使安尼呢。啊，细汉的来啊好。哎呦！哎呦！啊啊啊啊啊！哎呀！嘿嘿！搁来一摆。啊！这可能是Thomas 暗毋暗 ？Thomas 啊，Thomas，伫迄个 Twitter 有看到你对无？伫 Twitter 有看到你。Thomas 暗毋暗？啊，毋过伫 YouTube 咱应该是初见，所以初见平安。Thomas， 今仔日是立冬，你敢有食火锅？我敢讲即边我透一公庙发落啊。即块茶奈？啊，可能有新朋友吼，毋知影即摆的进度。非得就是即摆有一个5类零了后，咱就会使去拍 BOSS， 所以即摆当咧拍咱的头一个 BOSS， 啊毋过小可有困难，要拍袂赢，嘿，即摆是安尼。好，安尼我想看卖哦，行遮应该会使。非得毋是 BOSS， 拢会当处理。哎，对，为遮来。啊！我先比一个吼。
因为遐一大群吼，我无法度。啊，跳即个好啊！来看卖因伫倒位。哦，伫遐，还伫遐。啊，安尼是要安怎过？免过，因为 boss 伫遮好。头前看起来足轻松的，什么运气好啊？啊，佫无拍着。阿选暗暗，阿选哪会遮换？阿选是咧补习对无？阿选今仔日敢嘛有要补习？好，无，竟然袂当用，好，再来一摆哦。是安怎啊？是安怎袂当试？头前看起来足轻松的，什么运气好啊？阿选拄到厝尔，辛苦啊，辛苦啊。着烟雾、着汗甲皮皮喘，也是莫强过好啊啦。你爱摕倒位的法器？你爱较定呢？足久无食火锅，10点应该有诶火锅店嘛是还有咧开，会使考虑一下。着汗甲皮皮喘，也是莫强过好啊啦。是安怎无要食火锅？伊真正无互我试这呢？为虾米？还是我爱看着伊才会当？太安尼？太安尼？着汗甲皮皮喘，我搁去洗洗咧，才转来试看卖。好啊啦，吴成，你搁想看卖？哦，会使，安尼会使，好。跳过。会落屎？啥物意思？食火锅会落屎？现在有一个酷酷扫的声。利用只有咧讲即种话题的时阵，才会出现是。头拄仔拢无讲话，有心讲一下手课，伊就出现啊。哎呦，疼！等雷公。清酸。食火锅会落屎，安尼嘛是真辛苦呢。我是食着，啥物意思？你讲送？你讲你直接甲送扒落？惯性若是食着无够甜的饮料嘛会落屎。可是杂菜汤，敢是安尼讲？应该毋是安尼讲呢。你安尼会得失着足侪人哦，你搁想看卖哦。伫倒位？伫遐好，莫插伊。啊，饲袂着。疼！哦，美容有够巧呢，对呢。饲袂着。安尼有好，安尼会使。趁即马紧甲拍。伊是毋是等下叫迄个细汉的 Ruby 还袂食饭呢 ？Ruby 是拄下班还袂食饭，敢是安尼？哇哦，救命！太听无有心咧讲啥，应该嘛是免听有无要紧。疼！
我倒呢。无会啊！好，今仔日差不多10点啊。我的迄个耐性嘛差不多无啊。我看今仔日的拍鬼就到遮好啊。毋过今仔日嘛是有一寡进度啦。顶摆迄个解谜题解袂出来的，咱有甲解出来啊，对无？嘛是有进度。无要紧。对，原底讲要拍鬼，那就袂当惊遮。原底讲要拍鬼，煞毋知影今仔日互鬼拍，互鬼修理甲有够凄惨。无要紧，后摆一定会较好。后摆一定会成功，好无？好啦，安尼今仔日的拍鬼就到遮。明仔载阁有另外一个人要耍迄个互家己受苦的游戏。明仔载就先要耍迄个 Jump King， 应该嘛是会有足侪，就是足好笑的部分，对。恁会当去甲笑，好无？好，今仔日拍鬼就到遮，对，大家辛苦啊！大家晚安 ，Thomas 晚安。好，来点名，好 ，Lia 晚安 ，Ruby 晚安 ，Vitalion 晚安 ，Me 晚安，夏夜晚安 ，Thomas 晚安，米勇晚安，游戏晚安，讲到对。游戏晚安，翡翠地蒙爱玉晚安，起飞晚安，Tammy 晚安，燕俊晚安，果晚安，CSK 晚安，亚苏晚安，拢有讲着吼。五星晚安，今日无录心啦，因为录心讲伊会惊。讲伊顶摆看到迄个阿伯伫遐，就惊着，伊会困袂去。我是无相信啦，毋过就是伊是安尼讲的。好，夏夜晚安。对啊，我无相信。五星应该嘛无相信。好，有传晚安，我安怎？有星哪会阁讲我？好 ，YU 晚安。大家拢有点着名吼。好，安尼大家再会。明仔载会记得去看迄个录心的 Jump King 吼。好，好，安尼大家再会。